老顾最近在创作一把松鼠葡萄壶。你看，这身桶像不像一粒大葡萄？清代康熙年间，紫砂艺坛涌现出一位花器大师陈明远。在他之前，紫砂器多以几何造型为主，而陈明远则开创了紫砂花器的新境界。他将瓜果蔬菜、花鸟虫鱼的形态融入创作，将紫砂艺术推向了写实主义的高峰。从陈明远开始，紫砂艺人的案头不再只有工具，更添了许多来自田野山林的灵感。花器是壶身上的堆雕美学，是一门考验想法和手感的功夫。搓好的泥条分层附着在身桶上，它们将在巧思下幻化新的形态。竹木刀就像自己的手，行走在壶身和泥条之间。手艺做了几十年，老顾对花器有很多自己的领悟。紫砂呢，它是一个有加有减的一个过程，素梅素新的，上面不添加任何东西的称为素器。花器呢，就是添加了一些东西的，它做了一些加法。陶瓷艺术呢，分两个层面的，第一是主体部分，装饰部分是为主体部分去增加那一份意境，去为它服务的。它的画面感很重要，就像画画一样的，你怎么去放，位置摆哪里，怎么去留白，怎么去延伸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就是每一个点看上去都要有一个感觉在里面，有一个意境在里面，让你感觉它是入画的感觉。这是一把花器最重要的。思考布局，再一点点把部件从粗糙修精美。在精力充沛的状态下，工作往往也需要沉浸几天。这是手艺人的心流时间。